刷手機，睇到全城洗版嘅大新聞，各大平台彈出一個令港驕傲嘅人。香港終於出咗第二位航天載荷間差李嘉瑩，帶住全個城市嘅昂準備出發，由地面打拼，一步步飛去萬里長空，過百關，捱過艱苦，飛向星夜的朦朧。睇到呢個故事，我心跳開始加速，永不言敗呢四個字刻入骨髓嘅心扉，俾咗我發仔一份永遠不滅嘅抱負。月入月四，晚上11:08，神州點火，新空震撼住全港每顆心。夢想係用嚟攬，係要靠堅持去成真，永不言敗，撐到底，仲會闖出新運。一齊睇直播，全港在線大合唱，為李嘉瑩加油，陪你飛向最久最亮。平時我整見到玩卡詞，拍片都有難關，睇到人哋上太碰，我知道一定要過完一關再一關。咬緊牙關行落去，唔理前面幾多座山，人哋得我哋都得，唔好隨便話減蛋。只要執我哋都得，唔好隨便話減蛋。只要裝備好自己，機會嚟到就飛，永遠嘅動力就在今晚大放光芒嘅傳奇。熒幕前倒數開始，Who Kick 開始變緊，全響我聚埋一齊，迎每日歌能由地吻出發，衝破大氣層嘅界限。香港人嘅精神寫入宇宙最璀璨。月入月四，晚上11:08，神州點火，新空震撼住全港每顆心。夢想係用嚟攬，係要靠堅持去成真，永不言敗，撐到底，仲會闖出新運。一齊睇直播，全港在線大合唱，為李嘉瑩加油，陪你飛向最久最亮。大家好，我係發仔，呢團火永遠唔會熄，永不言敗，帶領我哋創造奇蹟。加油，黎嘉瑩，加油鄉人，下一夜傳奇，聽晚我哋一齊見證，畫戰星空星 fade out。